Clear 係一個檢測大腸癌嘅工具，透過非入侵性嘅多目標糞便 DNA 測試，檢測準確度高達96%。呢項先進嘅基因科技已經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認證，可以用嚟檢測癌症同息肉。你將會用到呢個檢測套裝嚟採集大便樣本。喺開始之前，請留意以下呢幾件事。為咗檢測結果唔會因為樣本受污染而失準，千祈唔好喺以下嘅情況進行測試，包括月經期間、肚屙、大便有血或者呈水狀嘅時候。當你排除咗以上嘅情況之後，就可以開始測試啦。第一步，請將以下嘅用品拎出嚟。差啲唔記得，喺開始之前記得要去咗小便先。咁就可以避免之後嘅大便樣本會被小便污染啦。跟住落嚟，你需要擺好張採樣墊，拎起廁板，攤開採樣墊，然後撕開兩邊嘅黃色貼紙，然後將採樣墊擺喺座廁上面，將採樣墊有黏力嘅部分對準座廁嘅邊緣。放低廁板，咁就固定好張採樣墊啦。貼好採樣墊之後，就可以對準佢中間位置排便。請唔好俾小便、廁所水或者係紙巾等等嘅雜質掂到大便樣本，以免影響到個化驗結果。第二步，採集樣本。你可以用採便棒採集大約1隻手指公份量嘅大便樣本，跟住就可以將採便棒連同大便樣本放入樣本樽 A 入面。採便棒連同大便樣本加埋係唔應該超過25毫升嘅記號線水平。如果你嘅樣本高過記號線，可以用採便棒拎翻走部分嘅樣本，或者索性重新採樣。記得確保你冇倒走到樣本 A 入邊嘅保存液。擰翻緊樣本樽個蓋之後，可以上下倒轉個樽3次，確保大便樣本已經充分咁浸喺保存液入面。用有鋸齒嗰一邊分別插喺大便樣本5個唔同嘅位置，確保拎到份量啱啱好嘅樣本。擰翻實樣本樽 B 嘅蓋。第三步，包翻好啲樣本。而家將樣本樽 A 同 B 分別放入2個樣本袋，跟住就可以擺入個白色膠兜度，最後再放入有泡泡墊嘅信封入邊。請確保已經密封好樣本袋，你可以將樣本儲存喺陰涼乾燥嘅地方，避免被陽光直接照射。你可以將佢放喺室溫或者係雪櫃都得，溫度一定要介乎2至30度。之後你可以撕走採樣墊嘅硬卡紙外框，將採樣墊同剩低嘅大便一齊沖走。至於撕落嚟嘅外框同一次性嘅手套，就可以當做普通垃圾咁抌咗佢。抌咗硬卡紙同手套之後，記得洗手啊！到咗最後嘅第4步，你可以親自將樣本送去我哋嘅化驗室，或者喺最多3日之前預約定上門收樣本服務。想預約或者了解更多詳情，可以掃描 QR Code 睇返有關指引。喺幾日之內就會有醫生聯絡你，同你講返測試結果㗎啦。呢個測試簡單有效，而且自己喺屋企都可以完成到。你只要等幾日就可以知道檢測結果。掌握自己最新嘅健康狀況，令你安心又放心。